过来的消息哦，过来看，昨移民署无通知台湾大学，就入去台大的校园来查失联的移工哦。佮查民众问会，台大的学生会今仔是表示谴责，学校嘛强调讲，未来哦要入去校园来执法，应该就爱先通知学校。移民署已经回信咧，嘛讲会来检讨通报的机制。休热期间，台大的校园同款有真侪学生来进修，不过校一间学生餐厅外口，随即下晡所发生司法警察无事先通知校，就来校园执法。原来是移民署的人进入校要掠失联的移工，冇调查民众，引起学生的顾虑。先讲一下，然后才能进来，讲一下，然后才能进来找人哦，应该是这样。民署的话，那他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建立一套就是相应的制度，那来去维系学生以及同学们的安全？移民署表示讲，初期是台北市专勤队配合罗文处的稽查人员，去台大学生餐厅稽查摊商，查到一个外兰籍的失联移工伫遮非法工作，因为作业前无联络学校，所以引起校方的顾虑，已经有甲学校下失礼。当天下午，移民署已立即会同劳运处前往台湾大学校方说明并致歉，未来将持续秉持依法行政、尊重校园与维护公共安全之原则。你只要执法单位进去，你就应该尊重大学自主，就是要跟学校打个招呼，然后有学校的人一起陪，这样。了解教育议题的律师认为，专勤队执法有司法警察的身份，虽然调查的对象不是学生，嘛是要高度尊重大学自治的管理。对此，台大讲，移民署是查缉非法的外籍劳工，不是学生，也是教职员，说是过程造成同学的困扰。希望未来伫校园执法的时阵，会当通知学校，学校会依法协助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